乜嘢係鼻敏感？過敏性鼻炎，亦即香港人常稱嘅鼻敏感，係指鼻黏膜接觸到一啲致敏原，以致免疫系統出現過激反應。過敏性鼻炎分為兩類：季節性，例如溫度、濕度轉變或者花粉引起嘅過敏，以及終年性，如塵蟎、霉菌、毛髮引起嘅過敏。鼻敏感有啲乜嘢症狀？常見於鼻敏感患者嘅症狀包括打乞嗤、流鼻水、鼻塞、鼻發癢、嗅覺遲鈍、鼻黏膜潰爛、鼻發熱等。病徵除咗同一般鼻炎相似外，患者嘅眼睛有機會發癢同流眼水，身體亦可能出現其他敏感情況，如濕疹、哮喘等。有乜嘢治療鼻敏感嘅方法？鼻敏感並冇永久性嘅根治方法，患者要預防鼻敏感病發，應認清誘發鼻敏感嘅因素，避免接觸致敏原。可能誘發鼻敏感嘅因素，首先係過敏原，例如家居入面嘅塵蟎、花粉、霉菌或者動物毛髮同皮屑，仲有毛衣同羽毛枕等，呢啲都會引發過敏反應。其次，日常化學品嘅氣味，例如化妝品、油漆、樟腦、殺蟲劑等，都會刺激鼻黏膜，令症狀惡化。另外，某啲食物都可能加劇鼻塞，例如海產、含酒精飲品同埋辛辣食物，如辣椒、胡椒、咖喱等。環境因素方面，空氣污濁或者天氣突然變化，例如極端寒冷、炎熱、太乾或者太潮濕，都容易誘發或者惡化症狀。最後，精神壓力、情緒緊張或者過度疲勞，亦都係誘發鼻敏感嘅常見原因。